越安靜嘅人唔係冇故事，越沉默嘅人亦唔係冇本事。好多時真正命好嗰啲人，反而唔係最嘈、最長、最鍾意喺人前證明自己嗰種。你睇一間茶樓入面，最容易俾人留意嘅，通常係講嘢最大聲嗰個，但最有底氣嗰個，往往係坐喺角落慢慢飲茶，聽多過講，望多過評。唔急住插嘴，亦唔急住話俾人知自己幾叻。人到咗某個年紀就會明，真正有能量嘅人唔會日日將自己攤開俾人睇。真正有福氣嘅人唔會少少事就爆，少少委屈就喊冤，少少本事就四圍炫耀。佢哋安靜唔係因為冇話講，而係知道有啲話講咗冇用。佢哋沉默唔係因為怕人，而係知道自己嘅氣唔值得浪費喺每一場爭辯入面。一個人年輕嗰陣，總以為命好係要贏俾人睇，要威俾人睇，要有人拍手，要有人認同。你話一句，我要駁10句；人哋誤會我，我要即刻解釋；人哋唔識貨，我要即刻證明自己。後嚟捱多幾年，跌多幾次，先慢慢明白人生好多苦，其實係急住證明帶返嚟嘅。你越急住話自己啱，越容易同人結怨；你越急住展示自己有本事，越容易招人妒忌；你越急住將計劃講晒俾人聽，越容易會成事已經散氣。好命嘅人唔係冇受過委屈，而係佢哋知道委屈唔一定要即刻叫出嚟，本事唔一定要即刻露出嚟，路未行穩之前唔好太早勸卡。道德經有句話原本係自虛極，守靜篤。講白啲，即係一個人要將心放空到夠清，守靜守到夠穩，先會看得清天地人事嘅變化。心一嘈眼就花，口一快腹就漏，情緒一亂路就行歪。你成日講，成日爭，成日急，成日想令人知道你唔輸，其實係將自己嘅能量一點一點倒出去。相反，一個人肯靜、肯等、肯觀察、肯將說話收返一半，佢嘅氣就會慢慢聚。氣一聚，眼神就定，眼神一定，判斷就準。判斷一準，做事就少走好多冤枉路。呢就係點解越安靜嘅人命往往越好，唔係老天偏心佢，而係佢自己少豪氣、少惹禍、少漏福。我識得一個男人，姑且叫佢阿平。阿平50幾歲，以前喺一間貿易公司做中層，做嘢其實唔差，有經驗、有人脈，腦筋亦快。但佢有個最大問題就係太鍾意講，太鍾意爭。太急住證明自己，開會時別人講一句佢就急住補充，同事做得唔啱，佢唔係私底下睇，而係當住大家面照正。上司問意見，佢永遠第一個出聲，而且一出聲就好似全世界得佢最清醒。初初大家覺得佢能幹，後嚟慢慢覺得佢難頂。因為同阿平一齊做事，好似永遠都要俾佢壓一頭。你有功勞，佢會講到好似都係佢提醒你；你有錯，佢會講到成間公司都知。佢以為自己係直率，其實係唔識留餘地。有一年，公司接咗一個大客，成個部門都好重視。阿平有份跟進，亦的確出咗唔少力。但佢太急住邀功，客人未簽正式合約，佢已經喺公司群組講自己點樣搞掂，點樣同客人傾到位，點樣幫公司爭取條件。其他同事聽到心裏面已經唔舒服，因為好多資料、報價、文件、後勤，其實係大家一齊做。到最後，客人因為內部預算問題暫時押後，阿平即刻又喺會議上講，係某個同事文件交得慢，拖咗節奏。你睇會成事就急住攞光環，一出事就急住推責任。呢種人短時間好似好叻，長時間一定傷人緣。最嚴重嗰次係公司內部有個項目出錯，本來責任唔完全喺阿平身上，
但佢一聽到有人暗示佢都有份，就即刻火起。開會時佢拍台講自己做咗幾多，講邊個先係問題，講到幾個同事面都黑晒。佢以為自己保住面子，其實一場會下嚟，所有人都覺得佢唔可靠。因為真正可靠嘅人，遇事會先穩住局面，再慢慢拆問題。唔可靠嘅人，第一時間就係保自己，鬧人，劃清界線。後來上司雖然冇即刻處分佢，但幾個重要項目慢慢唔再交俾佢。阿平感覺到自己被冷落，就更加怨，覺得公司唔識欣賞佢，覺得同事聯手排擠佢，覺得自己講真話反而俾人嫌。有一日，阿平同一位老同事飲咖啡，滿肚怨氣咁講：我做咁多，講多兩句都唔得。而家啲人就係唔中意聽真話。嗰位老同事冇即刻反駁，只係慢慢講：阿平，你唔係冇能力，你係太急住證明自己有能力。你每次一開口，大家唔係聽到你想解決問題，大家係聽到你想贏。呢句說話好淡，但好重。阿平初唔服，覺得老同事都唔明佢。可是返到屋企，夜晚瞓唔着，佢慢慢諗返自己呢幾年，的確好多關係都係咁散。佢以為自己贏咗好多場辯論，但輸咗好多個可以幫佢嘅人。佢以為自己講清楚好多委和，但同事見到佢就想避。佢以為自己展示咗本事，但上司只見到佢情緒太重。阿平真正開始改，係一次被人冤枉之後。嗰次有個報價出錯，部門裏面有人以為係阿平滲漏，私底下傳咗幾句。以前嘅阿平一定即刻衝出去對質，逐個鬧，逐句白，非要全公司知道自己清白不可。但嗰次佢忍住。佢先冇講太多，只係靜靜將所有電郵、文件、時間記錄整理好，再同上司約一個時間，平心靜氣咁講清楚。上司睇完資料，知道責任唔喺佢身上，反而對佢另眼相看。因為今次阿平冇吵冇鬧，冇將件事搞到全公司雞飛狗走，而係用事實講話。後嚟上司同佢講：你今次處理得成熟，呢一句對阿平震動好大。原來沉默唔係認輸，原來唔即刻反白，反而可以令自己更加有分量。由嗰陣開始，阿平慢慢學識收聲。開會時佢唔再第一時間搶住講，會先聽晒大家意見。同事出錯，佢唔再當眾拆人台，會私底下提醒。自己做咗成績，佢唔再急住講俾全世界知，而係將報告做穩，等結果自己出聲。起初佢好唔習慣，因為一個慣咗靠嘴巴贏存在感嘅人，突然叫佢沉默，會覺得好似冇咗自己。但過咗幾個月，奇怪嘅事出現，同事反而願意問佢意見，上司反而願意俾佢負責更穩陣嘅工作。連以前唔多同佢講嘢嘅後輩都開始主動請教佢，因為大家感覺到阿平唔再係一個只想贏嘅人，而係一個可以一齊解決問題嘅人。有一次部門又開會討論呢個麻煩客，幾個同事講到有啲亂，大家都急。阿平坐喺一邊聽咗好耐，冇插嘴。到最後上司問佢點睇，佢先慢慢講出3點，每一點都好準。既冇踩人，亦冇搶功，只係將問題拆開，提出可行方法。成個會議忽然安靜落嚟，大家都聽。嗰一刻，阿平先明白，原來真正有分量嘅說話，唔係講得最多嗰啲，而係等到該講嘅時候，一句講中要害。以前佢講10句，別人覺得煩；依家佢講3句，別人覺得穩。呢就係沉默養出嚟嘅力量。人最怕唔係冇本事，係本事未夠厚，聲音已經太大。你未有結果就周圍講計劃，未有成績就急住攞掌聲，未俾誤會清楚就急住鬧人，未看清人心就急住較底。咁樣做表面好似好直接，其實係漏氣。
你越講能量越散，你越急判斷越亂，你越爭路越窄。真正命好嘅人會慢慢明白，沉默唔係縮埋一角乜都唔做，沉默係將心收返入身體，將嘴巴交俾時間，將力氣放喺真正有用嘅地方。你唔再被每一句挑戰牽住走，唔再被每一個誤會逼到失態，唔再被每一點成績吹住炫耀，你個人就開始有定力。講到沉默入面藏住大能量，歷史裏面有一個人，好多人一提起佢就會覺得又深又冷。呢個人就係司馬懿。你唔一定要鍾意佢，亦唔需要將佢當成做人榜樣去模仿。但若果講到一個人點樣收住自己，藏住鋒芒，忍住時機，司馬懿確實係一個好有分量嘅例子。佢最可怕嘅本事唔係最會講，唔係最會叫口號，亦唔係一開始就企出嚟同人硬碰硬。佢最可怕嘅地方係沉得住氣，等得起，藏得深。世間好多聰明人，輸就輸在太早被人睇穿。好多有本事嘅人，敗就敗在少少機會就急住露光。司馬懿相反，佢好多時候都好靜，好似退咗一步，但其實係將自己嘅氣收返入骨裏面，等到真正關鍵嗰一刻先一次過出手。喺曹魏嘅權力場入面，唔係你有才華就夠，亦唔係你講得啱就可以活得穩。嗰個地方人心複雜，權力更複雜。今日坐喺你隔離飲酒嗰個人，明日可能就係要你命嗰個人。司馬懿一早就明白，喺呢種地方最忌鋒芒太露。你太急住顯示自己有本事，別人就會防你。你太急住同人爭高低，別人就會聯手壓你。你太急住表態，日後就會俾自己困住。所以佢好多時候寧願收斂，寧願慢，寧願唔講到盡。你以為佢冇反應，其實佢喺度睇人心。你以為佢退後，其實佢喺度等勢。你以為佢沉默，其實佢喺度保存元氣。去到曹爽掌權嗰段時間，司馬懿更加顯出呢種可怕嘅沉默。曹爽手握大權，年輕張揚，身邊一班人意氣風發，覺得自己可以掌控朝局。司馬懿當時已經老，表面上好似冇得爭，亦好似被排擠到邊緣。若果換咗普通人，可能一早坐唔住，要麼四圍拉人，要麼公開對抗，要麼日日講自己被人打壓，想證明自己仲有分量。但司馬懿冇咁做，佢選擇退下來，甚至裝病收起自己，令曹爽放鬆戒心。你睇呢種沉默好難，因為一個人明明有本事，明明有不甘，明明知道對方未必有能力架制大局，但仍然要忍住唔講，忍住唔爭，忍住唔露底。呢唔係冇脾氣，係有更深嘅計算同定力。我哋講呢段歷史唔係叫人學陰謀，更加唔係教人玩權術。真正值得拎出嚟講嘅係一個人喺未到時機之前點樣保住自己。好多現實生活入面嘅人冇遇到朝堂鬥爭，但都日日喺家庭、職場、人情世故裏面消耗自己，少少委屈就即刻爆，少少誤會就即刻吵，少少本事就即刻炫耀，少少計劃就即刻同全世界講，結果呢，會成事先招到，未穩陣先扭風，未贏到最後先俾人摸清底牌。真正命好嘅人唔係冇機會講，而係知道有啲說話講早咗只會嘥氣，有啲鋒芒露早咗只會招禍，有啲情緒爆早咗只會輸陣。司馬懿裝病避鋒芒，最重要唔係裝呢個字，而係佢知道自己當時唔適合硬碰，硬碰一定傷，甚至會死。佢選擇靜，選擇忍，選擇令自己喺別人眼中好似冇威脅。
曹爽以為佢老，以為佢病，以為佢冇力，於是慢慢放鬆。你睇，人心最容易喺對方太安靜嗰陣鬆懈，因為太多人以為安靜等於冇能力，沉默等於認輸，退後等於冇膽。其實真正沉默嘅人未必係冇力，佢可能係將力藏得好深，唔想俾你知道。呢種人平時唔同你爭口舌，唔同你鬥威風，但佢每一步都睇住形勢，每一句都留有餘地，每一分力量都唔亂用。後嚟到高平陵之變，時機一到，司馬懿就出手。嗰一出手就唔再係平時口舌上嘅爭，而係整個局勢都改變。佢等到曹爽同皇帝出城，京城權力一時空出，先迅速控制關鍵位置，再用名義同人心去逼曹爽就範。呢個故事最令人心寒之處，就係一個沉默咗好耐嘅人，一旦等到真正時機，力量可以集中到咁可怕，你就明白沉默唔一定係空白，沉默有時係蓄勢，安靜唔一定係退場，安靜有時係埋伏，忍耐唔一定係失敗，忍耐有時係等待一個最少耗損最大效果嘅位置。當然，我唔係叫你變成司馬懿，更唔係叫你做人陰沉。做人如果日日只懂計算，最後都會失去人味。我要講嘅係，司馬懿身上有一樣值得中年人、老年人看清嘅東西。凡事未到時候，真係唔好亂耗。你未看清人就唔好急住較心，你未站穩腳就唔好急住勸誘，你未有結果就唔好急住講計劃，你未知道對方係善係惡就唔好將自己底牌攤晒出嚟。好多福氣唔係被人搶走，而係自己太早趕走。好多機會唔係天不幫你，而係你未成熟就急住開花，結果一陣風就吹散。你睇家庭裏面都係呢個道理。有啲父母同仔女相處，仔女一講唔同意見，父母即刻爆，句句都要壓住佢，結果仔女越大越唔講心事。若果你肯安靜少少，先聽佢講完，唔急住判斷，唔急住教訓，你反而會睇到佢真正嘅難處。夫妻之間亦係咁，有啲人一聽到對方語氣重少少，就即刻翻舊賬，吵到成屋火氣。其實好多時，你沉默一陣，唔係輸俾對方，而係俾雙方有空間降火。都氣順咗再講，可能一句話就解開。火頭上講，就算你句句有道理，都只會變成多。職場更加係咁，你有本事唔一定要句句話人知，你做咗功勞唔一定要即刻搶光，你被人誤會唔一定要當場拍台。真正高明嘅人會留證據，做結果，等時機。你越安靜越少破綻，你越急越容易露底。老闆睇人唔係淨係睇你講得幾狠，係睇你遇事穩唔穩，能唔能夠扛，肯唔肯做實事。朋友睇人亦唔係淨係睇你幾會吹水，而係睇你把口密唔密，心地穩唔穩，遇到利益會唔會即刻變臉。沉默嘅人很多時候令人放心，因為佢唔亂。一個唔亂嘅人自然容易聚福。古人講藏風唔係叫你冇風，而係風唔好日日露出嚟。刀日日出鞘，容易傷人，也容易動人。日日逞強，容易招怨，也容易耗。真正好嘅刀藏喺鞘裏面，該用時先用。真正有能量嘅人，平時唔需要處處顯威，關鍵時候一出手，大家自然知道佢有分量。你睇水平時靜靜流，但積得夠深就有力量推動大石。你睇山從來唔講話，但站喺嗰度已經有壓場嘅氣。人若果收到安靜，就唔需要成日解釋自己。你越解釋越散，你越穩越有力。50歲之後真係要少啲講，我要證明俾你睇。你要證明嘅唔係俾人睇，而係俾時間睇。
時間最公平，佢會慢慢逃走假熱鬧，留下真本事。你今日受少少委屈，唔急住炒；今日有少少成績，唔急住嘥；今日有一個計劃，唔急住講；今日遇到一個看唔清嘅人，唔急住交底。你慢慢做，慢慢看，慢慢等，等到事情成正，等到人心自然，等到時機成熟，嗰陣你講一句，會比你平時講100句更有力。司馬懿嘅沉默係權力場裏面嘅沉默，我哋普通人嘅沉默係生活裏面嘅修行。唔需要學佢嘅冷，但要學佢嘅隱士；唔需要學佢嘅算計，但要學佢唔亂露底；唔需要學佢爭天下，但要學佢喺風大嘅時候收住自己。人生好多難關，其實唔係靠你吵贏，而係靠你守住。守住口，少一藏禍；守住心，少一紛亂；守住氣，少一次消耗；守住時機，少走好多冤枉路。能夠守得住嘅人，先有後勁；有後勁嘅人，命先越行越穩。沉默呢2個字，表面聽落好似好簡單，其實入面藏住一個人嘅修養、城府、福氣同命。好多人成日誤會，以為沉默就係冇嘢講，安靜就係冇立場，唔反駁就係輸咗。其實真正沉默嘅人，往往唔係冇火，係唔俾火牽住走；唔係冇委屈，係唔急住攞俾全世界睇；唔係冇本事，係知道本事要放喺合適嘅時候先值錢。你睇水越深越靜，樹越大越唔要。真正厚重嘅人都唔會一遇到風就亂晒陣腳。人一靜，氣就聚；氣一聚，神就定；神一定，命就慢慢穩。命好唔係一定天跌落嚟，很多時候係一個人少講咗好多錯話，少惹咗好多是非，少耗咗好多怨氣，福氣先留得住。道家講守靜，佛家講觀照，儒家講慎言，三者落到生活入面，其實都係同你講同一件事。人要先守住自己，先可以守住福。你守唔住口就容易漏福，守唔住心就容易亂行，守唔住氣就容易被人一句說話激到失態。沉默嘅人身上往往藏住3種大能量。第一種係守口嘅能量。守口唔係叫你做王八，而係知道咩說話應該講，咩說話唔值得講，咩秘密要收好，咩計劃會成之前唔好周圍宣揚。很多人命裏面唔係冇機會，係機會未熟，嘴巴已經先熟，事情會成已經同人講晒，關係未穩已經交晒底牌，一有少少委會就周圍訴苦，一有少少成績就四圍宣揚。你以為你只係分享，其實係散氣。你有冇發覺真正做得成事嘅人，好少未開始就講到天花龍鳳。佢哋通常係靜靜做，靜靜處理，靜靜等結果。因為佢哋知道未成嘅事講得太早，容易招人妒忌，容易被人潑冷水，容易自己心浮氣躁。尤其人到中年之後，更加有識得守口。你有一個新打算，未穩之前少講；你對某個人有睇法，未確定之前少評。你知道別人一啲私事，唔好攞嚟做茶餘飯後話題。話口密，貴人先敢信你；說話穩，家人先願意同你講心事。唔亂講是非，人緣先唔會俾你自己破壞。守口就係守福，呢句真係一啲都唔假。第二種係觀察嘅能量。沉默嘅人因為唔急住講，所以有時間睇。你一入到一個場，如果第一時間就急住表態，急住證明自己，急住同人鬥口，其實你已經睇少咗好多嘢。人心係要慢慢睇嘅，形勢係要等一等先清楚嘅。一個人對你好係真心定有目的，要時間睇。一件事表面上有理，背後有冇坑，要冷靜睇。一個親戚朋友成日同你講甜言蜜語，係想幫你定想利用你，都要安靜睇。太多人生錯路，
就係衰在講太快、信太快、表態太快。你一句話太快講出口，後面想收都收唔返。你一個立場太早站錯，日後想轉都難。安靜嘅人唔急，所以睇得遠。佢哋聽人講話唔止聽內容，仲會睇語氣。睇人做事唔止睇一日，仲會睇長久。遇到好處唔會即刻撲上去，會先問自己有冇代價，有冇後患。呢種觀察力就係福氣嘅護欄。你唔觀察就容易被熱鬧帶走，你唔沉住氣就容易被人一句好話哄走。你唔睇清楚就容易將真心交俾錯人，將錢放喺錯地方，將希望壓喺錯關係上。好多沉默嘅人命好，就係因為佢哋少行冤枉路。少行冤枉路本身就係一種大福。第三種係忍耐嘅能量。呢個忍唔係叫你被人欺負都唔出聲，更加唔係叫你吞到內傷。真正高級嘅忍係情緒嚟到嗰一下，你有能力先按住佢，唔俾佢即刻毀咗局面。人最容易敗喺一時火氣。夫妻吵架一句狠話可以傷10年，父母鬧仔女一句絕情話可以令仔女一世記住。朋友之間一時衝動可以斷一段多年情分。職場裏面一次失態可以令上司對你印象全變。你話值唔值？好多時真係唔值。忍耐唔係冇尊嚴，忍耐係保護自己嘅尊嚴，唔俾自己變成情緒嘅奴隸。真正有能量嘅人唔會逢人就爆，唔會逢事就吵，唔會俾人一挑就跳起身。佢哋識得將委屈放一放，將怒氣冷一冷，將想講嘅狠話收一收，等到自己心平氣和，再用最準嘅方式處理。你睇高手做事，最怕唔係佢發火，係佢唔發火，但已經看清楚。最怕唔係佢鬧你，係佢唔鬧你，但心裏面已經有決定。呢種人唔亂出手，但一出手就有分寸、有證據、有結果。沉默唔係空白，沉默係蓄力。忍耐唔係窩囊，忍耐係將一時情緒轉成日後力量。講到實際生活，點樣先可以養出呢種安靜嘅能量？遇到挑戰先停3秒，唔好即刻回嘴。呢3秒好重要。人哋一句話刺中你，你即刻回，通常都係用火回火，最後兩邊都燒傷。你停3秒，吸一口氣，問自己：我而家回呢句有冇用？會唔會令件事更好？會唔會令我失態？好多說話你停3秒之後就會發覺根本唔值得講。有啲人挑釁你，其實就係等你失控。你一失控就中咗佢嘅局。你唔接佢自己就冇氣場。安靜有時就係最高級嘅反擊。有計劃會成事之前，少講俾人聽。唔係叫你神神秘秘，而係未成熟嘅東西要保護。樹苗未長大之前，風太大會吹斷。計劃會成之前，說話太多會散氣。你想轉工未有把握之前少講。你想做生意未準備好之前少講。你想改善一段關係未見到行動之前少講。你想儲錢養生修心都唔需要周圍宣佈。很多福氣最怕半路被人一句冷水挑剔，也怕自己講得太多做得太少。真正改命嘅人往往係靜靜改，改到有日人哋先發覺佢已經唔同咗。少講自己委屈，多做自己該做嘅事。呢句可能有啲扎心，因為人一受委屈，好想有人明，好想有人替自己講句公道話。但你要知道，委屈講得太多會變成怨氣。怨氣太重，人緣就散。唔係叫你永遠唔講，而係唔好同每一個人講，唔好日日講，唔好將自己困喺我好慘入面。你真係有委屈，可以同信得過嘅人講，可以用正當方式解決，但唔好將生活全部變成訴苦。你繼續做好自己該做嘅事，時間會慢慢替你講話。人品唔怕沉默。
日子久咗自然有人睇見。努力唔怕被埋沒，真功夫總有出聲嗰日。遠離是非場，唔好做情緒垃圾桶。很多人能量低，唔係因為自己發生好多事，而係一日吸收別人嘅怨氣。茶樓一坐，聽人鬧仔女；電話一傾，聽人講是非；群組一開，全部都係爭吵、恐懼、比較。你以為自己只係聽下，實際上你嘅心已經被拖亂。安靜嘅人好識保護自己，唔係每個場都入，唔係每段是非都聽，唔係每個負能量嘅人都陪。你要明白，慈悲唔等於任人倒垃圾落你心裏面。你可以關心人，但唔需要陪人一齊沉淪。你可以聽人訴苦，但唔需要日日做佢情緒嘅出口。保住自己嘅清靜就係保住福氣。每日留一段安靜時間，修心養氣，看清自己。唔需要好複雜，10分鐘都可以。朝早起身先唔好即刻睇手機，坐低飲啖水，問自己今日最應該守住咩？守住口，守住脾氣，守住分寸。夜晚臨瞓放低手機，諗翻今日有冇呢件事自己處理得太急，有冇一句話講得太重，有冇一個念頭太浮。你日日咁樣照一照自己，心就慢慢靜。心靜之後，你會發現原來好多事冇以前咁值得嬲，好多人冇以前咁值得爭，好多委屈其實可以用更穩嘅方式處理。越安靜嘅人命越厚，唔係因為佢天生特別幸運，而係佢懂得守住自己嘅氣、口、心同福。佢唔亂講，所以少禍；佢唔亂爭，所以少怨；佢唔亂交底，所以少傷；佢唔亂表態，所以少錯；佢唔亂爆情緒，所以少敗。你睇阿平以前有本事，但太燥，燥到人怨散。後來肯沉默，肯用結果講話，路就慢慢開。你睇司馬懿，唔論佢做人冷暖，單講忍時藏鋒，佢就係一個極端例子，提醒世人力氣唔好亂用，鋒芒唔好亂露。時機未到，安靜就係保命；時機一到，沉默過後嘅行動先真正有力。當然，沉默唔等於永遠唔講。真正有智慧嘅沉默係該靜時靜，該講時講，該忍時忍，該斷時斷，該退時退，該行時行。若果有人長期傷害你，侵犯你底線，你唔可以用沉默做逃避。若果有事需要講清楚，你亦唔應該永遠憋住。道家講靜，唔係死水一潭，而係靜中有動，動中有道。沉默嘅真正目的唔係令你消失，而係令你更有力量地出現。你先收住自己，先看清楚，再選擇最合適嘅說話，最穩陣嘅行動，你先係大智慧。人到中年之後，真係要學識一件事，唔係所有人都需要明白你，唔係所有誤會都要即刻澄清，唔係所有成績都要即刻攞出嚟晒。唔係所有場面都要你出聲。你越安靜，越有時間聽見自己；你越少爭，越有力氣做正事。你越守口，越留得住福；你越沉得住氣，命就越行越穩。好多時你唔講，唔代表你輸；你唔爭，唔代表你弱；你唔解釋，唔代表你心虛。你只係唔再將自己嘅能量浪費喺唔值得嘅人同事上面。如果你聽到呢度覺得自己以前都曾經太急、太粗、太愛解釋、太怕人誤會，由今日開始慢慢改就得。下次遇到人挑近你，先停3秒；下次有新計劃，先靜靜做；下次覺得委屈，先問自己應該點解決，而唔係周圍訴苦。下次入到是非場，記得抽身，每日留10分鐘俾自己，唔為任何人，只為收返自己散咗嘅心。你會慢慢發現，
人一靜，很多路自然清；口一橫，很多禍自然遠；心一沉，很多福自然緊。如果你覺得呢番說話對你有少少提醒，記得幫我點個讚，訂閱呢個頻道，亦可以分享俾身邊有緣人。你一個小小動作，可能就係將一份善念傳出去，提醒多一個人少啲急躁，多啲定力，少啲爭辯，多啲安靜。如果你願意由今日開始守住自己嘅口，養住自己嘅氣，安放自己嘅心，就喺留言區留低一個靜字。願我哋一齊善念共振，願你心靜一分，福厚一分，口穩一分，禍遠一分，氣定一分，命順一分。所有藏喺沉默裏面嘅力量，都慢慢成為你往後人生嘅靠山。